今晚來到尖沙咀香格里拉食自助餐，搶到 Club 買2送1優惠，人均約588蚊。都幾多嘢食選擇。首先睇下熱分，佢有成個清真食品同咖喱區。呢隻豬係熟蠔，呢度就冇生蠔啦。中式熱分區，特色椰子雞，有燒乳鴿，清蒸龍蝦。跟住沙律區，當然唔少得海鮮。後面係日式食物區，重點位無限魚子。甜品區係另一個角落。款式都幾多。隔離係飲品區，反埋位食下嘢先。冷盤沙律幾多款？個人比較喜歡呢個紅菜頭沙律，甜甜地。魚子當然唔可以放過，啲刺身幾新鮮，睇啲色都幾靚仔。單調嘅魚生飯。
加埋魚子就栩栩生輝。蟹腳係其中一個重點位，大隻新鮮，但尾段補貨速度會減慢。其他海鮮不過不失。蒸龍蝦鮮甜爽口，花膠鵝掌一碟點夠喉，原片花膠，蟲草花燉湯清甜，熟蠔就細隻咗啲，蘑菇忌廉湯 creamy， 個椰子雞湯好甜，松露意粉底讚，原片松露爆香，個乳鴿普普通通，食啲生果開下胃。甜品選擇豐富，心太軟朱古力味濃郁，芝士蛋糕芝士濃厚，脹住個口，奶凍清新。雪糕呢個果仁味係最突出，唔好忘記跟餐有杯餐茶。今次食住咁多先，如果鍾意我嘅片請 subscribe我。